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雲文子師傅。今日以奇門遁甲同大家推算一下馬年3個最旺嘅生肖，就係屬羊、屬虎同埋屬蛇嘅朋友。屬羊嘅朋友，馬年運勢同埋桃花都係排第一啦，為人運非常之興旺，脫單嘅機會就好似繁星一樣咁多啊！而且有3大王牌，就係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應該放膽啲，嘗試唔同嘅發展，人生更加豐盛㗎。至於催運嘅顏色咧，就係黑色同埋綠色。屬虎嘅朋友，馬年財運排第一，正偏財都雙贏啊！強大嘅氣場咧，就會吸引到有力嘅貴人相助啊，幫你增強你嘅實力，達到目標。桃花運非常之興旺，有機遇咧識到一啲合適嘅對象。催運嘅顏色就係綠色同埋白色嘅。而屬蛇嘅朋友，馬年幸運之神愛上你，新嘅機遇咧陸續有嚟，特別係一啲女性貴人會幫到你，唔需要太大嘅心力就可以有突破嘅成績。財運都係上升緊㗎，有機會升職加人工添。而催運嘅顏色就係黑色同白色嘅。呢3個生肖咧適合高貴時尚嘅打扮，運勢會越嚟越強㗎。